金門的小三通這幾天是連續發生2件違規載野的動物出入境的案件。15是一個生出來的台灣人，無申報、無檢疫，就載300隻野的杜定去廈門，去予中國的海關體溫。也若是17是一個金門的海關，佇這入境旅客行李內底查到304隻新蟲仔，也閣有蟲拖。這掛野的動物到底是安怎通過電光通關的呢？海巡署會閣檢討。行李箱仔內底一盒一盒攏是野杜定，攏總有300隻。一個生出來台灣人15都是用這款方式，將野杜定放佇咧隨身行李內底，對金門透過小三通載過中國廈門。因為無事前申報嘛無檢疫證明，去予中國的海關體溫。直到這批杜定送轉來金門嘛，隨予海關扣起來。只是外界質疑，這批野杜定竟然會當放佇行李箱仔內底，通過電工的檢查順利出境。海關到底是倒一大定數去檢查？6月15日未能及時查獲該名旅客違規攜帶活體蜥蜴出境情事，將納入案例，逐次提升勤務人員教育訓練經驗。另有關本案未經申報攜帶活體動物出境，後續將由第9案巡隊完成相關調查，並函送主管機關辦理。海巡表示，會好好檢討案件的定數。不日17下晡，金門小三通海關人員佇咧做入境檢查的時陣，嘛閣佇一個台灣人的行李超到300多隻野線蟲仔甲蟲拖。共款因規無申報、無檢疫證明，隨予海關沒收。加在這回海關有及時發現。海巡署強調，民眾要載野動物出入境，一定要事先申報，若無都是違法。除未經檢疫程序私自攜帶或走私動植物活體入境，將違反相關法令外，倘欲攜帶動植物活體出境，必須向主管機關完成申報程序，並主動告知檢查人員，避免受罰。因為這陣啊，當着5日節，進前海關都捌查到有人會趁這一時啊，偷偷走私香菇，也是活體動物入來台灣。最近海巡署南部分署就針對屏東枋寮、枋山後壁湖地區的工寮空厝來加強稽查，避免有違法的物件偷偷入來台灣。記者柯家族、柯超用綜合報道。